姐妹，失恋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人生在世，谁还没遇到过那么几个人渣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这样，我叫个小鲜肉过来陪你，保证你把顾楚舟这个渣男忘光光。你终于来了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等我？对啊，你是叫阿景对吧？原来是把我认成别的男人了。我家不方便，我们是去你家，还是去酒店啊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？我只是喝醉了，又不是死了。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要是不行的话，你是不是准备换一个？你猜？你完了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不然等一下，别想我停下来。顾楚舟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的研究课题……楚舟哥哥，你的未婚妻知道你私底下这么坏吗？嘘，这个时候就别提他了，容易扫兴。好，那咱们继续。哎呀，真是。你最好别停下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能耐。欠修理。这也太荒唐了吧！醒了。醒了。那个，我把钱放在床头柜了。钱？我调查过你们的市场价，就这样，我先走了。
生，麻烦您赶紧来一趟医院，你的家人10分钟前突然昏迷，现在正在抢救。我马上过来。医生，我小姑她怎么样了？你要有个心理准备，病人情况非常不好，这次是熬过来了，但下次，尽快安排心脏移植手术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这些钱也只够姑姑这次的抢救费，要做心脏移植手术，钱从哪儿来呢？婉婉，好久不见，不请我上去坐坐吗？你看看，现在住的什么地方？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？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我听说你姑姑于真真的病情又加重了。婉婉，其实你不用那么仇视我，我是你亲妈，我不会害你的。当初是你一定要搬出去，跟于真真一起生活。那现在你也看到了，她是一个病人，连自己都负担不了，她怎么能照顾好你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今天来呢，是有正事要跟你说。沈家和苏家有婚约，这件事情你知道的吧？只要你嫁到苏家，于真真的手术费我出了。我姓于，不姓沈，沈家的婚约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婉婉，现在不是你耍小孩子脾气的时候。苏家是南城的首富，你嫁过去是你的福气。你说你现在这个情况，苏家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，你怎么不把你的好闺女沈念青嫁过去啊？闭嘴！念青性子柔弱，不适合苏家。她不适合，我就适合。城南谁人不知，苏家一共2位爷，大爷苏俏从小体弱多病，常年在我工作的医院疗养。苏家2爷苏旺性格狠戾，他就是个变态。嫁给他和嫁我坑有什么区别？徐素玲，这种好事你就想到你的亲女儿我了吗？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，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于真真考虑吧。你以为现在心脏配型只是花点钱那么简单吗？没有人力和钱力上下打点，就算等上几年，她于真真也不一定能等到。你就在医院工作，应该更明白这个道理吧。跟你联姻的是苏家2爷，好好想想，到时候我来接你。昨晚那个女人的资料查得怎么样？抱歉，二爷，相关信息太少了，还没有查到。继续查。是。对了，二爷，老夫人让您这2天回老宅一趟，说您跟沈家小姐的婚礼基本敲定了。想让我去沈家那个小姐，我同意了吗？医生，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这个声音怎么跟那晚那个男模声音那么像？是他。应该只是个巧合吧。一个小男模怎么可能认识苏家大爷苏巧？都怪那晚喝的太多，第2天走的时候又太尴尬，没敢抬头看对方的长相，
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那晚的男模长什么样子。病人恢复得很好，伤口已经愈合的差不多了，过2天应该就能拆线了。谢谢医生。这个人好没礼貌，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不客气。阿沃，你认识这位于医生吗？原来他姓于啊。啊？没什么，何止是认识。师傅，我到定点位了，是这辆黑色的车打着双闪是吗？好。抱歉啊，我认错车了。啊！于医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抱歉啊，我以为这是我打的车。于医生不用客气，难得我们这么有缘，不如我送你一程。开车。大哥，这位漂亮的小姐姐是你什么人啊？我有这么可怕？哎，才知道。我说你就别吓唬人家小美女了。哎，小美女，你要去哪儿？包给你送到位啊！谢谢啊，不用了，前面就是地铁站，我可以。去哪儿啊？市立医院。喂，有事吗？于延婉，我刚刚可都看见了，车上那个男人是谁？和你有关系吗？再有半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你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，你敢说跟我没关系？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可能跟你结婚，我们结束了。市立医院到了。我到了，抱歉啊，耽误你时间了。哎呀，看来这位小美人儿是遇到麻烦了。这么闲，不如非洲的业务交给你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去给我查查他的资料，记住，是全部。小郭，都和你说了，我这是老毛病，没事，用不着来看我。小郭，我这次来呢，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。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小姑知道，是你之前说顾家的那个小子吧？我身体不好，婚礼就不去了，免得让人家说闲话。要是小姑知道我答应许素玲代替她的继女嫁给苏家二爷，小姑的身体一定会承受不住的。小姑，这次呀，恐怕你想去也去不成了。我已经筹到钱了，只要有合适的心脏，你马上就可以开始手术了。你哪来的钱？是不是你妈又去找你了？不是，当年母亲为了嫁入沈家，对那沈念庆百般讨好，明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落下的病根，她还是把你赶出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跟她的母女情也算是断干净了。是小姑拖累了你。小姑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不是说过的吗？你会看着我结婚生子，一直陪着我的。来，快躺下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注意休息。
3天后就是你的手术了，这几天好好休息，放松心态。你放心，手术会很顺利的。啊，谢谢您，医生。要不是这几年看着你还算安分，你以为我会同意你和我儿子交往？你倒好，不知道感恩和珍惜，背着我儿子偷野男人，果然是上不了台面的贱人。顾医生可真可怜，付出了真心，结果被戴了绿帽，难怪要分手。这平时看着一本正经，私下竟然玩得这么开，这医生呢，真恶心。昨天中午就看见他上了一辆豪车，连中午休息时间都不忘去勾搭男人，这种女人不配当医生。没错，她就是个不要脸的贱人，也配当医生，就应该被医院开除，滚出医院。适可而止吧，顾夫人，否则我若是做出什么有损顾家颜面的事，你就不能怪我了。叶婉，你想跟我分手，我不怪你，但你无论如何，你要事先跟我说一声。你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把我给甩了，然后转头跟那个男人在一起是吧？顾楚州，我不想惹事，可我也不怕事。但你要是再惹我的话，我不介意把你和林夏夏在会议室偷情的视频发出来。那天你看见了，难怪你要跟我分手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？燕婉，你能嫁进顾家，是你高攀了。你敢退婚的话，还有哪个货色敢要你？这是我的事，你管不着。嘀嘀咕咕跟我儿子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休想再引诱我儿子。像你这种不要脸的贱人，想嫁给我们顾家，没门！啊！哎妈，别说了，都散了吧。今天这个事就是个误会，以后谁也不准再提了。走走走走。顾楚州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会有任何瓜葛。我们的事我说得很清楚了吧？你知不知道我连婚礼请柬都已经发出去了？你这个时候说不结婚，你让我们顾家的面子往哪儿搁？你出轨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丢脸的事？难道不是你的问题吗？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但凡你让我碰一下，我也不至于跟林夏夏搞在一起吧？你喜欢林夏夏，大可以跟她结婚啊！她只不过是一个医院的护士，怎么可能嫁得进顾家？你和那个野男人是不是上过床了？你无耻！老子跟你在一起3年，你都不让老子碰一下，我怎么可能白白便宜了外面的野男人？好，要分手也可以，得先让老子尝尝你的味道再说吧。放开我！今天怎么不是于医生来换药？本来应该于医生来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拿了药，人突然就不见了。主任怕你们等久了，所以让我来替一下。谢谢啊。不见了。你干什么？你这样强迫一个女人算什么男人？别写啊！马上就让人看看我到底算不算男人！放开我！你谁啊？英雄救美是吧？你也不看看自己算个什么东西！我告诉你，我是顾家大少爷，得罪了顾家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顾家？没错，
识相的话就赶紧滚，否则……顾家很了不起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有什么问题，让你爸亲自过来。你还没资格站在我的面前。你们给我等着！今天的事儿，我和你没完！于医生，你没事吧？今天谢谢你啊，我今天不太方便，改日再跟你道谢啊。于医生，小心！你的脚扭伤了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不必了，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流言蜚语可能又要传开了，我在医院待不下去的。阿旺，我刚才外面听见你和于医生的声音，没发生什么事吧？大哥，我带于医生去你的房间，给他上个药。好。等等，你刚刚叫他大哥，你是苏家二爷苏旺，沈家塞给我的联姻对象。哎，你放我下来！别乱动。这几年为了撑起苏家，我在外的名声实在难听。好不容易遇见一个感兴趣的，可不能吓跑了。我只是苏家一个远房表亲，按辈分应该叫苏巧医生大哥。真的？大哥，我带于医生去上药了。去吧，病房我暂时不回去了，病房随便你用。谢了。苏先生，其实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脚放好了，不要乱动。燕婉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顾楚州那个王八蛋竟然敢……我没事儿，幸好这位苏先生路过救了我。既然你朋友来了，那我先去陪我哥了。你好好休息。哎，于嫣婉，这帅哥谁啊？你可以啊，这么帅的帅哥被你给撩到手了。胡说什么呢？他就是我一个病人的家属，恰好路过救了我而已。而且，我马上就要替沈念琴和苏家二爷联姻了。什么？嫁给我的人是他？二爷，这是傅少送来的，要让您亲眼过目。于嫣婉，二爷，老夫人那边又派人来催了，让您尽快答应给沈家的联姻。其实以您在海外的资产，沈家根本不算什么。您要是实在不想联姻，大可对外宣布您的身份啊。让家里知道太多，只会给我增加麻烦。沈华峰这个老狐狸，想跟我玩狸猫换太子，却不曾想，正好换到了我想要的人。二爷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，你回去告诉老夫人，我同意联姻了。啊？哦，是。您放心，老夫人，一切我都准备好了，婚礼随时可以举行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老公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苏二爷已经答应了，只要到时候嫣婉嫁过去，咱们就可以借着苏家的力量更上一层楼啊！老公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跟嫣婉说好了，她一定会照办的。啊，对了，这个婚事已经定下了，
你就亲自去把燕婉接回来。这马上都要结婚的人了，还住在外面，像什么样子？好，能替念亲嫁到苏家，那是她的福气。我这就去接她。婉婉，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苏家已经答应联姻的事儿了，你可以搬回来住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我要回沈家了？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不回来住，难不成从你那个破出租屋出嫁吗？婚礼那天我自然会出现，在那之前不要打电话骚扰我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想气死我啊你！燕婉，你没事吧？是许素玲，她让我准备婚礼的事。行了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，喝酒喝酒。哎，对了，之前给你介绍的男模怎么样啊？你能不能坚持一点？哎呀，到底怎么样？事情已经过去10天了，为什么我还是会时不时想起那天晚上的场景？还行吧。啊，还行吧？看你这个语气，不是还行吧，那是相当行啊！哎，那我打电话再把他叫过来陪陪你。凭什么那些男人都可以花天酒地，咱们女人也不能亏待自己呀？你停啊！我可不是那种出格的人，这种事儿不能再做了。哦，那行吧，光喝酒总行了吧？今天晚上呢，就当你的告别单身夜吧，叫几个姐妹陪咱喝酒。姐妹们，今天我们2个在酒吧，我请客，不醉不归，速来！哎，今天这小姑娘还挺好玩的。哎，抢我手机干嘛？姐妹们，今天我们2个在酒吧，我请客。哎，二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抓人！那边有个男生好帅，我去跟他跳舞啊。那我就先回。哎，我马上回来啊。姐姐，你可真漂亮。我请你喝一杯吧。不用了，请你让开。没想到于医生的夜生活这么丰富。苏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是不来还不知道于医生还有这样的一面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是他。不是哥们儿，你几个意思啊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？给我走，把他带走。是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是。不知道啊。你们给我等着！于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啊。只是还要麻烦你先把手放开。于医生如果寂寞了的话，可以找我。外面的人可没我干净。外面的人可没我干净。这种玩笑以后别开了。万一我没开玩笑，难道于医生看不出来我对你有意思？不然我巴巴的跑到这个又臭又吵的地方干什么？当精神小伙？苏先生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理由喜欢的我，但是我之前也说过，我马上就要跟苏家二爷苏旺结婚了。你是苏家的远房亲戚，说不定以后我还是你的嫂子。这种话以后还是不要再说了。那这样不是更刺激吗？嫂子，你闭嘴！别紧张，我开玩笑的。其实我就是苏。怎么了？于言婉，于婉，你怎么了？把那个人给我带回来。是。帮我。于言婉，别乱动，先让我搞清楚你中的是什么药。于言婉，别动，你现在还不清醒。上次的事情，我不想再发生了。还要……二爷，人带到了。
苏二爷，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人，我要知道，你借我100个担子，我也不敢碰他呀。你下的什么药？是新型助兴药，通过皮肤吸收的。不过您放心，这药效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最多半个小时人就清醒了。是谁让你下的？是顾楚舟。同样的药，给他也下一份，扔到顾楚舟的房间去。记住，天亮之前，不许给我放出来。不，苏二爷，我真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带走。是。苏二爷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昨晚在酒吧，你喝醉了，又吵又闹的，没办法，只能送你来酒店了。我的衣服，我们昨晚不会……于医生，昨晚趁着酒劲要了人家身子，现在不会不承认了吧？不会不承认了吧？你胡说什么呀？于医生，听说你跟我二哥要结婚了，可昨晚我们还在一起。你说如果我二哥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想？苏先生，今天的事一定要替我保密。保密？那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苏先生，你想要什么？你能给我什么，我就要什么。苏先生，你不明白，这场婚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我浑身上下就只剩下这么多了，我全部都给你。但是你说话算话，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今天的事就只当是个意外。比起上次，我的身价倒是涨了不少。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去世纪小区。是。苏先生，你一向这么独断专行吗？于医生，钱都付过了，我不送你回去不合适吧？这钱是……昨天晚上，我们什么都没发生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保密费就算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衣服，我是让客房阿姨帮你换的，你不介意吧？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怎么看你这表情，似乎很失望啊？你少胡说啊你！少爷，到地方了。无论怎么说，昨晚的事儿还是要谢谢你。不过昨晚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们之间应该保持距离。对啊，我们就可结婚了。昨晚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不接呀？我昨晚加班，手术室不能带手机。那你可以回个电话呀。你沈叔叔正在给你准备嫁妆，你不回来住怎么行？我对沈家的嫁妆不感兴趣。你把你脖子上这条红宝石项链还给我。这是你爸留给我的，价值1000万呢。你都没有在我身边尽过孝，我凭什么？根本就没有资格提我爸。当初你非要这条项链，我爸顶着巨大的资金压力，也要把这条项链买回来给你当结婚纪念礼物。可你却在我爸公司资金需要周转的时候，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和他选择了离婚，带着你这些首饰和包包
嫁给了沈华凤。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卖了，公司是足以渡过难关的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爸根本就不会跳楼而死。于嫣婉，我是你亲妈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想气死我是不是？你这么自私自利的人，还会被我给气死吗？反正我话就放在这里了。如果你不把这条项链给我，我就去转告沈华凤，说你舍不得我爸给你的东西。你猜他会怎么想？想要你就拿去。不过于嫣婉，你明天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出现在婚纱店，苏旺也会去的。如果出什么岔子，你自己知道后果。爸，我一定会把小姑治好。您在天有灵，也一定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好，我是来试婚纱的，云城沈家预定的。沈家夫人已经吩咐过了，正好我们店送来一条意大利大师亲手缝制的婚纱，一定很适合您。意大利空运，许素玲，她怎么可能这么用心的给我准备婚纱？是二爷为您准备的。哎，您不知道这家婚纱店是苏家旗下的吗？苏旺准备的，希望他以后知道我不是真正的沈家大小姐之后，能别跟我计较。哦，我听说苏二爷今天会来。是，您是苏家的少夫人，二爷肯定会过来为您亲自挑选婚纱和首饰。按照约定时间，二爷应该快到了。那行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就先自己逛一下吧。当然可以，请您随便。哦，其实于小姐，像您这么漂亮，不管是穿什么婚纱，一定是婚礼上最美的新娘。我也只不过是个替身而已，这样的婚礼，谁又会在乎新娘漂不漂亮呢？苏旺来了。是你？于医生，这么巧。苏先生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今天本来是我二哥来试衣服的，但他临时有别的事情，所以拜托我来替他。是吗？当然了。说起来，这家店也是自家产业，而今天于小姐是私家客户，那不如让我来服务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可以。于医生的脖子很长，锁骨也很美，戴这条钻石项链真好看。苏先生，我请你自重，你应该知道我未来的丈夫是谁。知道，不就是我本家二哥吗？嫂子，闭嘴，放开我，不许这么叫。于嫣婉试婚纱，把我叫过来干什么？晚上你爸爸不是要跟你一起吃饭吗？而且他说了，要是有你喜欢的什么珠宝首饰，正好一起买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你快想办法躲起来，否则被他们发现的话，会惹大麻烦的。有我在，没人敢给你麻烦。你好像还欠个耳环，喜欢什么样的？我派人送给你。于嫣婉，你在里面吗？你刚刚在和谁说话呀？没有，我是说，这条项链不适合我。适不适合的重要吗？这场婚礼啊，也只是走个过场罢了。你得搞清你的身份，想要好的东西，你配吗？嘴真臭，要不要我替你教训他？嘘。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这场婚礼对我很重要，绝不能出任何纰漏。这场婚礼，你很在乎？于嫣婉，我可是听到了男人说话的声音，你是不是在跟哪个野男人鬼混？奇怪，我明明听见男人说话的声音。这家店就这么大，你随便找吧，最好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。
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婚礼的真相。你敢威胁我？好，念念，你别跟他一个野丫头生气，他说的没错，苏二爷待会儿就来了，咱们自家人闹起来可不好看。谁跟你是自家人？你最好搞清楚你的身份，你不过是替我嫁给我不想嫁的人，替我去苏家过水深火热的生活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这话你还是跟你爸说吧，毕竟你爸以前是我爸手底下的员工，这被煮的东西确实没什么好得意的，对吧？贱人，我今天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！你敢还手？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唯唯诺诺的于嫣婉了，你这种仗势欺人的小伎俩，我才不怕呢。是不是你指使的啊？我今天就要回去告诉爸爸，说你们母女两个联合起来欺负我。念念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当然没有，你给念念道歉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哎，你这个死丫头！念念，你没事吧？念念，你没事吧？你笑什么笑？你这么大威风啊，我笑一下还不行啊？这什么破地方？哪来的这破珠子？服务员！实在不好意思，两位女士，请跟我去换衣间吧。我们店刚到了一批顶尖礼服，特意为二位留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念念，先去换件衣服，这地上脏死了。你给我等着！苏先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喜欢你，所以不想看你被人欺负。刚刚他们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那你希望我听到吗？不管你听没听见，这场婚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我不希望出任何的纰漏。于医生，这段时间我们的相处，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苏先生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，我没空跟你玩这种暧昧来暧昧去的游戏。于嫣婉，难道你真的不想知道我到底是谁吗？你真的不想知道我到底是谁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苏先生，人命关天，我得先走了，有什么事改天再说啊。王姐，于医生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今天大部分医生都去外地参加研讨会了，急诊部实在找不到人，我只能给你打电话了。没关系，这里面什么情况？有一户人家煤气中毒，消防正在里面排除爆炸隐患。一氧化碳中毒时间拖得越长越危险，我先上去看看。哎，于医生，你自己小心。于医生，你别怪我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奇怪，怎么没有病人也没有消防员啊？顾楚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于嫣婉，拜你所赐，我现在是个瘸子，我还被难呢。你害惨了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是不是疯了你？我就算疯了，那也是被你逼的。于嫣婉，我让你尝尝我痛苦的滋味。他怎么会来这个地方？站住！于医生在哪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不是你们打电话喊他来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让你尝尝我痛苦的滋味。
你个贱人！你最好放了我，否则的话，你做梦！都被躲着了，出来！快点！冤枉！你他妈真是难搞！我已经失过一次手了，怎么可能不做两手准备？你看这几个男人，他们能把你折腾多久啊？顾楚州，你个畜生！还想跑？放开我！加把劲儿，你们！再给我按住，按住！放开我！臭娘们儿！放开我！住手！住手！你！别怕，没有人可以伤害你。小心！都愣着干嘛？赶紧上啊！你个贱人！今天我就算死在这，我要杀了你！小心！苏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就该死，给我弄死他们！住手！住手！放开我！起来，放开我！送他们去警局，该查查，该办办。是，带走。是，走。伤口好深啊，最近千万不要碰水。好。刚刚，谢谢你。只有谢谢这几个字啊，就没有别的表示了。苏先生，你救了我，我很感激你，我愿意力所能及的报答你。但是，我也说了很多次了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力所能及的报答我，可是我只想要你。我知道你根本就不喜欢我，别拿我寻开心了。我为什么不可能喜欢你？怎么了？如果是寻开心，我至于受这样的伤，去救你吗？可是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呢？我自这跟你认识也不久，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？于医生，你不需要妄自菲薄。你这个人有很多优点，漂亮、聪明、善良，医术还好，你值得被爱。你值得被爱。可是这样的女人有很多，但她们都不是你。苏先生，我还有些工作，我就先走了。为什么喜欢？谁知道？能说出理由的喜欢，还算是喜欢吗？不过，我很期待，你知道我就是你的联姻对象的时候，会是什么反应？曾经我也幻想过，有一天我会结婚，嫁给我真心爱的人。可惜，冤枉，不要怕，只要能撑过今天，小姑就有救了。幸亏赶上了，我再重新给您换条项链。这项链不是跟婚纱配套的吗？为什么临时要换项链？这是苏二爷派人送来的，非要让您佩戴这条项链才行。至于具体原因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好吧，既然是苏二爷的安排，就麻烦你了。嗯，好。于医生的脖子很长，锁骨也很美，
戴这条钻石项链真好看。二爷的眼光真好，你戴上这条项链实在是太漂亮了。谢谢啊，应该只是一个巧合吧。二爷，吉时要到了，你也该去准备了。哎呀，瞧瞧，多年没见，燕婉出落得如此漂亮。今天啊，你一定是整个南城最漂亮的新娘子。沈先生，我们之间只是交易而已，这么客套的话就不必说了吧。燕婉啊，我知道你跟我之间有些误会，可是你爸的事情跟我真的没有关系。况且我这些年是拿你当亲生女儿对待呀。不想让沈念青嫁去苏家，让我替嫁，这是把我当做亲生女儿。你这死丫头，你怎么跟自己父亲说话呢？那个，婚礼马上开始了，我们先出去吧。我知道按照流程，我应该牵着我父亲的手入场，很可惜，我父亲已经死了。于燕婉，你疯了！你自己上台，记者媒体怎么看沈家？到时候苏家怎么看得起你？那是我自己的事，就不劳沈夫人你操心了。好了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就一个人上台吧。我只求在婚礼的过程中不要有什么意外，这点要求不过分吧？沈先生，你放心。怎么是他？怎么了？看见我不高兴啊？你就是苏汪，为什么之前没有告诉我？于医生，我要娶的人不是沈家的小姐吗？怎么换成你了？这件事情是我不对，但是我需要这场婚礼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刚结完，可以离婚的。大喜的日子，别说不吉利的话。你是不是怕我后悔？你放心，我是可以签婚前协议的。婚前协议？你觉得我需要？我……苏先生，请问您是否愿意娶沈小姐为妻？如果苏望现在揭穿我的身份，那小姑的心愿怎么办？求求你，不要说出来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苏望，为什么？
祝2位新人百年好合。接下来，所有流程全部取消。我和我太太有话要说。二爷，这样不合规矩。我的话就是规矩。二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非常需要这场婚事。1年，你给我1年时间，我就跟你分手。到时候我一定会和你离婚，你想怎么报复我都可以。既然需要婚事，那为什么还要离婚？替嫁的事是我不对，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。那既然是你的不对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帮你？婚礼上没拆穿我是为了苏家颜面，他果然不会同意。怎么在发抖？很冷。二爷，这样你满意了吗？于言婉，你这是想玩弄我？如果今天的人不是我，你也可以这样。二爷想怎么样我都可以，只是你可不可以不要拆穿我的身份？我只要1年时间，如果这1年小郭还是等不到换心手术，他恐怕也撑不住了。为了达到目的，出卖色相。于言婉，你很好，你非常好。苏王不肯留下我，那小郭的手术怎么办？既然苏二爷你看不上我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你这个人，平时看你挺聪明的，怎么现在却这么傻？还是说你在故意气我？于言婉，你忘记了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了吗？万一我没开玩笑呢？难道你一直看不出来我对你有意思啊？不然我巴巴的跑到这个又吵又臭的地方干什么？当精神小伙？于言婉，我喜欢你，我乐意娶你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都已经嫁给我了。以后我不允许你再提离婚2字，懂？但是没有但是，你我已结婚，后悔已经晚了。外界都说苏家二爷性格暴虐，喜怒无常，看来传闻不可见信。他其实人挺好的。言婉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接受我。醒了？二爷，你还会做饭啊？很意外吗？在你心里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以为像你这么尊贵的人，平时都有保姆伺候呢。我会的还很多，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。吃饭吧。看看吧。甲乙双方婚后，乙方需尽到妻子责任义务，与甲方同居，共进1日3餐，关心关爱甲方，不准去酒吧，不准夜不归宿。这份协议怎么可以这样弄呢？
不是你让我自己拟定的吗？这么快就反悔了？啊，不是。既然没反悔，那马上签吧。这份协议由我来保管。既然协议已经签好了，我也去上班了。等等，这么快就忘记协议内容了？帮丈夫整理着装、系领带，也是妻子的义务。你别笑了。医生，我是让你帮我系领带，不是让你勒死我。你这是在谋杀亲夫吗？我不会系，你自己系。